第15课，耶稣讲起伊的死。耶稣知影阁无偌久，伊要互对敌掠去，因要杀伊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我的对敌阁无偌久要掠我，要杀我，因要甲我钉伫十字架。总是阁无偌久，我要对死过活。死到啦，这个代志拢要实行，阁无偌久就会发生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一粒种子若无落地第二来死，只有一粒；种子若无死，就袂通结果子。我是亲像一粒种子，我若无死，就袂通结果子。我若死，我要结真侪果子。我所结的果子是会互恁得救。人若听家己的性命，就要丧失伊的性命；无听家己的性命，伫即世间内一定要得到永远活。我所伫的所在，恁也要伫遐，所以恁毋通食丧失恁的性命。若有人服侍我，伊就跟对我；人若有服侍我，我所伫的所在，伊也伫遐。恁若服侍我，恁会甲我伫咧。我要入天国，恁也要甲我入天国。我顶十字架的死到哪，死到哪，我受死的死到哪。我通讲生理，我点通讲爸啊，救我脱出即个死，袂通讲，因为我为着即个死才来到世间，我要荣光爸的名。迄时对天顶有声音讲，我已经荣光我的名，要搁再荣光。有人问耶稣讲：咱的律法讲，基督永远伫咧，你安怎讲你着顶十字架？耶稣应讲：我是世间的光，即个光无真久甲恁伫咧，恁真久无要看见我。恁有光的时，就着行伫光，才袂跋倒。我无真久甲恁伫咧，暗到的时，恁袂通看，就会跋倒。恁若行伫暗，恁会跋倒。耶稣阁讲：实在信我的人，也实在信找我来的。天父找我来世间，伊找我来做世间的光，互人袂跋倒。伊找我来救罪人，伊找我来死伫十字架顶。我若死伫十字架顶，我要过活，我要审判世间的人。十字架是甲世间人上大的关系。